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空腔。每一届若登去庄卡，拢真正听到许多讲这个词。也毋过教育部的台语教典并无收这个汉字。空腔的汉字是毋是会当安尼写咧？空腔有几啊种的意思。第一种空腔，空腔，咧讲老大人思考甲行为拢较退化，不比少年的时阵。像讲阿母感叹食老啊，即摆拢安尼空腔。啊，第二种的空腔是呛气啊，空腔，主要咧形容食酒人啉酒啉甲走形断片，走路袂稳，样要跋倒。像讲啊，伊就烧酒空啊，啉酒啉甲规个人拢呛气，规个人是安尼空腔。第三种的空腔是咧讲有人过身，像讲看到人咧办丧事，就随喙讲，遐阁有人空腔咯。啊，若这字空，就是之前咱有介绍过空骹桥的空，嘛是门空一声的空。像讲风真透，本地拍开的房间门空一声关起来咯。啊，这个字还有一个音念吭，像乌多摆声吭叫。啊，若空腔的腔，钱互人抢去，钱被偷走，所以腔啊，都是贼仔，都是小偷。今仔日的台语字空腔实在真趣味。